来看台中市一间钓虾仔场，深夜12点外，人客是互相看袂顺眼，冤家相拍。讲这个球棍啊是拍甲断去，搁来开空气枪，现场是拍甲呢乱七八糟了，如苍苍。这个警方出动着快打部队赶到现场，搁有人甲警察叫3、2警。这个警察是喷辣椒水来压制，上尾啊拢总带13个人登去问笔录，其中有3个人受伤。 你在做什么啊？你在做什么？你在做什么？警方快打部队赶去相拍现场，相拍民众对员警讲话真歹听，随后员警压制。做啥？快！做啥？民众喷着辣椒水，目睭疼甲拢闭袂开，互警方带去边仔问话。钓虾场内底相拍过程有3人受伤，3嘛拢告着火。救护人员到现场嘛唔敢大意，拢有穿防护衫，惊伫处理伤者过程无适宜去买着病毒。看不到，我这个太辣了。 半暝12点外，台中龙井区一间钓虾场内底人客，阁有另外一间 KTV 包厢内底人客，因为互相看袂顺眼，发生口角，开始相拍。过程当中，一位姓林的小姐阁摕空气枪来威胁。有一支棒球棍是有打到断掉，女性当事人有拿出震爆空气枪对着对方的当事人开枪射击，造成受伤的当事人身体有2处的一个擦破皮的一个情况。警方接到通报，讲有人提枪闹代志，出动20外位快打部队到现场，阁用辣椒水来压制。现场各犯有空气枪、电报枪，阁有捌打。警方甲9个查甫人、4个查某人拢抓转来，依照恐吓、妨害治安，阁有伤害罪移送法办。伫疫情期间，爱处理暴力，阁爱防疫，互警方阁有救护员神经线拢变甲真严。好来。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